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这次可真要多谢魏姑娘了。你用不着谢我，咱们事先约好的事情，该我办的我已经替你办好了，也希望你别忘了你给我的承诺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是，你放心，魏姑娘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办妥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这是从厉公公手中拿来的令牌，有了这块令牌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锦衣卫千户大人了。多谢魏姑娘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灵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我就找你，一直找到现在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……你用不着看着我，一个大男人做了亏心事，还不敢承认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二师兄一向光明磊落，他才不会做什么亏心事呢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胡说？你问他自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灵儿，别胡闹了，咱们先回家啊。谁胡闹了？我只是不许他这么说你。灵儿，咱们先回家再说啊，听话。这是什么？灵儿，千户大人，二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有这块令牌呢？灵儿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不，我要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。哼，江瑶北，你真是个窝囊废。战林姑娘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你二师兄现在已经是一名锦衣卫的千户大人了。二师兄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灵儿，换个地方，我跟你解释清楚啊！快走。你说清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经过我爹的允许，你就投靠了锦衣卫，还当上了什么千户大人？我自己的未来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做主，自己决定，自己争取，我没有必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。从小是我爹把你抚养长大的，他拿你当亲生儿子，甚至还把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你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他如果真的拿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他就应该知道我心里究竟想要什么。从小到大，我对他唯命是从，毕恭毕敬，扪心自问，我不只把他当作亲爹、师傅，他是我的神。那你还说你的事情不需要我爹允许？没错。可他是你师傅啊！我没有这样的师傅。如果他真的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为什么从小到大，他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了大师兄呢？论武功，大师兄得到了师傅的真传，名满江湖；论功名，带他投奔神机营，当上了千户大人，还成了9000岁的义子，一路上平步青云。而我呢？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只能一辈子圈在这折剑山庄，老死在这个地方。我不甘心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爹呢？我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大师兄，甚至其他任何一位师兄弟，都是一样的。真的会是一样的吗？哼，你也知道，师父曾经暗示过我，折剑山庄庄主的传人应该是我。可是大师兄一回来，什么都变了。不，我爹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，他不会变的。如果他不会变，那为什么要把人选的名字写在文书上，藏在匾额的后面，而不敢当众宣布呢？那是因为……那是因为你也知道，那上面的名字是大师兄叶红影，不是我江瑶北。师父怕别人说他出尔反尔，有损他的威名，所以把人选的名字当做一个秘密藏着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可是我爹也说了，下个月60大寿的时候，他会当众宣布的。到时候各门各派齐聚折剑山庄，他当众宣布，庄主的位置由大师兄来继承，也就等于告诸天下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，也是由他最心爱的大弟子叶红影来继承。正好
可以满足了一个做大侠的心愿吗？之所以他不敢在大寿之前宣布，那他是怕徒弟们对他有怨言，说他偏心大师兄。师兄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大家一起吃。哎，好啊，师兄，我们吃烤番薯吧。哎，不成鸟人，我发现你这个不要脸的功夫一点没丢啊！我这刚烤好一块没吃呢，全分他们了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没有经过我爹的同意就投靠锦衣卫，就是你的不对。他不止一次的说过，不准门下弟子涉足官场。如果他知道你今天的事，他肯定会大发脾气，说不定还会把你逐出师门的。那为什么大师兄可以？啊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要功成名就，我要扬名立万，我不能什么都没有。就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我。我不要，我要天下第一，我要功成名就。你混蛋！江瑶北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还不赶快去追？难道你不怕他真的告诉他爹你投效了锦衣卫？你不担心战天云把你逐出师门吗？他不会的，我了解灵儿。你真的这么了解他？哦，我忘了，原来她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魏姑娘，我跟灵儿的婚事是师父做主的，我跟她只有兄妹之义，绝无儿女之情。魏姑娘，我心里只有你，请你相信我。好啊，让我相信你，你证明给我看。要我怎么证明？杀了他。可是灵儿跟你没有仇，为什么要杀她？因为我想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如果战天云的女儿把你当上千户大人的事告诉了他爹，虽然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，但是你一定很清楚。不会的，灵儿不会这么做的。别把话说得这么肯定。我告诉你，女人是很善变的，就像我。无论过去我多么深爱着叶红影，但是现在我对她只有恨，所以谁也不敢担保你的未婚妻子会不会出卖你。可是我……正好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，一方面可以解除你的担心，另一方面也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什么办法？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不过前提是，战天云的女儿必须死。怎么？舍不得了？是你口口声声说你的心里只有我，还亲口告诉我要向我赎罪，弥补我。我……考虑清楚，我和他之间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哎，灵儿，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走了一个，少分一块。灵儿，烤红薯可好吃了，快来一起尝尝。我不想吃。哎，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跟二师弟吵架了。别怪大师兄啰嗦，你不要老是耍大小姐脾气啊。什么？你问都不问你就说我耍大小姐脾气？你就知道护着二师兄。我讨厌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哎，战姐姐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马胜飞，他是不是又想把英雄哥哥赶出折剑山庄啊？哎，好，大师兄不对，大师兄错怪你了。哎，大师兄请你喝茶消消气，再慢慢告诉我，你和二师弟到底怎么了？走。
哎呀，小少爷，把心放肚子里吧。庄主都发话了，咱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待着，没人敢撵人。是啊，你们就在这儿白吃白喝吧。谁白吃白喝呢？哎呦天哪！那么烫的白薯，你不嚼就往下咽啊？放心吧，灵儿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找二师弟跟他说清楚。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庄主，我有自知之明。你看我现在愣头愣脑的样子，更何况师傅他老人家也不会放心把这么大的折剑山庄交给我呀。可是二师兄现在变得跟另一个人似的，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啊。别生气了，二师弟一心向上，你应该祝贺他才对，不应该怪他。可是他投靠的是锦衣卫。锦衣卫。